欢迎收看台湾新闻，我是阿明。咱讲1987年7月15日吼，到今仔日7月15这天，拄好是戒严满33天啦吼。咱看到讲过去戒严38外天的这个时间吼，台湾人民其实这个基本权利拢互剥削，政府机关会当拆人这个批信，限制人民签署、集会吼、结成社团这个自由哈，甚至咱讲言论、出版的自由拢去互剥削去。啊，只要被认定是可疑，就可能吼。这个政治机关哦来逮捕、讯问，甚至是定罪啦吼。伫咧这段时间，其实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威权政府哦，一方面透过镇压，还是讲警示人民这个方式哦；另外一方面，佮透过讲约束啊吼，还是讲监控网络来监控规咱的这个社会啦吼。其实这是第一部分，咱们来讲到这个戒严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1981年发生陈文成的这个事件，咱嘛看到讲促转会有上新的这个报告，认为咧。警备总部吼涉嫌真正大啦吼，啊，咱嘛看到讲，其实促转会已经2档啊，但是咧，咱嘛看到讲，其实促转会有伊的难处，咧做转型正义，伊是促进这个部分尔吼，实际要来做转型正义，也个政府家爱来斗相共，今透过戒严这一天，咱做回来分析，做回来讨论。这部电影先来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陈文成基金会执行长张良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要来邀请到台大学生会会长杜俊清，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咱要邀请咱的老朋友，咱来邀请到台湾教授协会秘书长，嘛是咱南台科技大学财法所所长罗成忠。大家好，我是罗成忠。是啦，咱来先讲到这个戒严吼，已经33天吼，咱讲转型正义这地。促转会已经成立嘛2档啊吼，但是咱来看讲啊，即阵也有欠点，但是也有伊所做的所在啦吼，也无做到的所在是啥？爱鼓励的所在有啥物？咱知影因这2年内底，促转会因是算真努力咧办这个代志，啊，毋过因为讲伊可能因的时间较短，而且伊的资源较少，所以因咧做物件嘛较有限。对咱。是以陈文成的报告来看吼，咱看到伊报告的物件，其实拢伫咱民间已经本来知影的范围内底。毋过伊对这内底嘛是讲，和以前的报告较无共款，就是过去的政府无承认讲这是一件政府应该爱负责的代志。OK， 好。啊，毋过这届的报告内底伊就讲，这个人应该是他杀的机会是较大的。是。啊，而且政府应该对。陈文成的死来负完全的责任。是啦吼，咱等下嘛讲到讲这份报告吼，对陈文成事件来讲吼，啊真正有伊较时代性的这个进步也好啦，但是伊嘛讲啊真正真相也未拢总交代好清楚，对家属来讲嘛是一个抱歉啦吼。另外咱嘛来看讲吼，其实促转会嘛有咧做真济代志啦吼，咱嘛看到讲啊，即时吼因有办一个展览，或者啥咧，或者是翕视影未来光啦吼，咱先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用这个透视吼，让咱看到个乌影。促转会举办的翕视影未来光社会对话展，早早早起伫开幕仪式，诸位扬嘴表示，过去的代志袂家己无去，除非咱愿意去面对。翕视影未来光主要的策展理念就是光影、时间跟对话。这裂缝吼，有大家的力量，光线才可能出来，那个不是自然光啊，那一定是每一个人燃烧自己那个火炬。所形成的光，才可能照见那个深渊的黑暗。展览嘛应用互动软体，互民众会当甲台湾的转型正义来对话。啊，若是过去要到38年的戒严体制，发生真侪人权侵害案件，到今所无公务机关的加害者去互追溯不法。促转会指出，目前打完成一项委托研究，后续会请学者来做综合研究。先针对就是说国际上做转型正义的国家有去执行人事清查的经验的国家去做比较研究，那所以针对他们立法的过程、他们的条文的设计，还有实施的影响，去做一个请学者做委托研究。副主委强调讲，后续促转会阁要针对具体实施的对象，还有实施范围等等，做各种综合影响的评估，嘛会透过对话接受社会各界意见，来做政策推动的依据。记者综合报道。
其实咱讲到这个戒严这个阶段啦吼，这个受难者真济啦吼，所以这个促转会可能做2年的这个时间，其实嘛有点难处理啦吼。咱嘛先来带大家来看讲吼，其实戒严甲戒严这个阶段，咱的这个时代背景吼，是安怎会产生这么啊大这个对台湾的这个影响啦吼。尤其咱讲到这是这个全世界吼，毋是第一档，就是第二档的这个戒严的这个时间啦吼。咱讲哦，差不多是这个38档56天这个时间啦吼。伊当阵戒严的背景呢，就是有这个国共内战吼，国民党这个战况吼较恶化了后，蒋介石就下令讲吼，台湾省实施着戒严，然后另外咱嘛看到讲，当戒严的这个背景是啥物？就讲吼，当阵为了追求民主化吼，受到某国际上的这个压力，来自这个美方啦吼，还有这个岛内党外民主运动不断的抗争。咱嘛看到讲影响是啥物？就讲吼，这个实施着这个战争紧急状态的这个军事控管啊，就是当阵台湾的这个时代背景，拢是受到控管的。另外，咱头头嘛讲到，这个言论、出版、集会、这个游行吼，拢受到这个自由拢受到限制啦吼。另外嘛讲到实施着这个三民主义意识形态这个教育。另外嘛，经历着一段时间的这个白色恐怖，危害着这个政权的这个稳固吼，有可能甲这个大陆的这个强匪啦吼，关联的这个代志，拢采取着高压的手段来监视，并且呢是交付着咱讲的这个军事审判吼，至少是8296位这个受难者。1061个人吼受到枪杀啦吼，上主要这个戒严时期迫害人权的这个事件吼，这个雷震啦吼，也有这个1979年的这个美丽岛事件，还有陈文成的这个事件吼。先来请教咱这个学生囡仔吼，对着这段历史啦吼，对你来讲有啥物意义？其实，若对校园的这个角度来看，足侪个代志，即马咱阁无清楚的概念，包括咱受害的师生，包括咱加害的体制，即马拢无完整的认捌。像讲，咱看到摊拄啊主持人介绍的戒严时期迫害人权的事件，其实就讲大就好啊。校园内面嘛有足侪的事件，像讲50年代有省公委的事件，60年代尹海光嘛伫即个时阵无法度继续来教册，70年代嘛代嘛发生跳学系事件，所以其实每一个社会中每一个领域，其实拢伫戒严的即段时间内面受到无共款的压迫，即个过程中其实嘛有足侪老师、足侪学生，伫即个过程中无法度成为讲好友，因为伊可能还未毕业就互掠走啊，嘛无法度变做退休的教师，因为伊伫退休以前，伊就互人解聘，无法度继续教册。但是即段历史，其实伫后来的咱去讲校史的过程中，咱拢无法度去看到，咱只有看到一寡，就讲一寡伟人吼，过去代变做一个伟大的大学，所谓伟大的大学过程中，有偌济成功，有偌济人摕到什么奖啊是啥？但是对即款校需要去反省，去看到这个校园过去安怎含威权体制来合作来迫害师生这段历史，其实咱拢无法度去了解。有影啦吼，所以咱自这个校园者都爱吼做一寡这个转型正义，也是讲吼对过去这个历史嘛有一寡这个了解吼。其实你嘛做真济，咱等下好好来讨论。继续要来请教咱的这个教授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戒严吼对咱这个社会这个影响，一直到即嘛也阁有。这个问题吼，其实咱爱看较久长的吼，咱讲一个较学术的物件吼，为世纪来看吼，咱讲迄个20世纪进前吼，咱台湾的所有伫讨论的，敢若有被害者，是无加害者，无加害者。所以说你看李登辉总统迄时阵做的时阵吼，咱来补偿爱赔偿，安怎拄安怎吼安尼，但是无了有人互人抬啊，无要紧，咱加补偿加赔偿，但是向抬拢无讲。好即个世纪。即个设计本来要做，但是呢，有两个问题吼。第一个问题是阿扁啊总统的时代有八党嘛，但是伊迄个八党呢，歹势，国会的多数毋是民进党，所以民进党想要做无法度做，所以迄八党基本上是无可能塞什么物件。过来呢，马总统八党，
啊，马总统是啥物人啥物出身的嘛，足趣味的嘛吼。马总统有一个以前做学生的时阵，伫美国做学生的时阵，有一个职称叫做波士顿通讯，伊阁有3、4个名，伊可能叫做李南桥，可能叫做叶舞台啦吼。啊，伊摄影技术真好，好，所以基本上呢，即寡物件吼，什么海工会什么物件，伊无可能会去读迄啦，所以迄8档阁无去啊，所以。真正到这世纪吼，真正咱开始要做转型正义，而且是加害者的转型正义去追究的话，是为2016年才开始的。好，所以基本上呢，咱从头到讲，迄个咱从戒严到解严，1987嘛，啊，其实咱真正今仔日开始要来看谁是加害者，居然已经拖到2016啊，其实足久吼，就后边啊吼。那所以咱今仔日头刚高会长赶快说，足侪代志拢讲唔知，吼，即便是咱讲台湾大学呢，较大的学校，大家拢伫追求卓越、追求顶尖，但是学校足侪内底的代志，包括咱讲吼，从50年代以后，知青党部，吼，安怎伫学校内底做渗透，然后呢，以安怎跟老师做联谊，啊，跟他安怎组成学生团队，啊，甚至呢，学生铁骑监控其他同学，这些东西其实都要出土，但是呢，即马较遗憾的都是说哈，台大只看追求顶尖跟卓越，啊，过去的代志呢，好像一概不想理解了吼，这个是我。同样也是台大校，其实看起来足遗憾的啦。是，有影遗憾啦吼。其实头拄这个教授讲到啦吼，迄当阵可能伫咧这个无共政党的时阵，阿扁也是期这个国会这个教授啦吼，啊，甲这个马总统的时阵，伊过去佫有伊嘛家己承认啦吼，就是讲可能有出版到这个波士顿通讯这个部分吼，伊做到一个这个老美反共的这个刊物，其实做的就是职业学生的这个部分啦吼。其实这嘛就是讲咱这个网络吼。这不是讲即阵现代这个网络吼，是当阵是监控的这个网络，真正是真有路来去进行吼。咱嘛，佫先来带大家来看讲吼，戒严3、8档其实对台湾整个的这个社会影响是啥？嘛有做一张图表，先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吼。伫咧文化、学术教育吼、价值观，还是讲这个思想，拢互这个压缩啦吼。咱看到这种地区台湾人公共政策，啊讲差不多真正无悬吼。啊，你讲吼，头拄咱伊讲过。大学受到这个国民党监控啊，学生时代你若是有学资料的人吼，这个做兵的时阵，拢会拄到这个麻烦。另外就是讲，对规个历史记忆、语言、文化，拢去呼去啦吼。咱看到台湾反民主、反地思想的这个部分吼，社会对话真正有较艰难。另外，咱看到讲戒严的时代吼，这个成长的这一代，咱看到讲必须爱甲家己的这个意识形态来切割吼，才有一代。戒严的公民，但是这步真正介困难的。咱看，就讲过去维权思想的人，维权这个政治教育，这个受教育的人吼，真正要脱离这，还佫有一段距离。是啊，因为像我以前就是伫戒严时代大汉的，所以我以前真侪朋友因的头壳内底拢得着共款戒严时代。中国的这个思想，对，就是讲是安怎，阮要出来做这个代志，是安怎要好好啊读册啊，去趁钱啊，做啥物代志，啊做这个代志到底对咱家己有啥物款的好处？你安怎甲讲？对吧？拄着这个人，这就是你看到不公不义的代志，本来就是爱徛出来。你趁偌济钱，政府若是要甲你提走，伊就甲你提走啊，是，对吧？你今仔日受害者，因为毋是你，所以你会使无不管嘛，对吧？对吧？咱都看到边仔人有，其实咱的教育内底一直讲，咱看到不公不义的代志，就是爱徛出来。咱自细汉其实拢是安尼教的，像咱大汉变成讲，你看到不公不义的代志，讲这是过去的代志，咱就免去插伊，对吧？所以全拢密起来吼，所以咱讲即阵吼，若是真正拄着不公不义的代志，这转型正义，这个思想也是概念吼，自这个戒严迄代，爱变做是戒严的这个新的这个公民也好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促进转型这个委员会吼，其实有咧做啦吼，但是咱嘛讲到伊可能做较无够的这个所在，但是
做较无够的所在，可能是伊这个可能集权嘛无遐济，嘛无这个中央政府的这个支持，地方政府嘛无斗相共，民间的力量虽然有，但是拢无法度做伙来整合吼。所以咱嘛有做一张图表，先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咱来看讲吼，这个促转会吼，伫咧这2档吼，成果是啥物咧？成果是讲吼，推动转型正义教育方案吼，真正伫学校方面，真正有开始去落实啦吼，多元形式的这个社会教育甲沟通啦吼，伫咧进行讲政治受难这个家庭心需求这个轰炸，政治暴力这个创伤这个疗养吼，佮有专业人员的这个一寡训练啦吼，咱嘛看到讲受难者刑事有做这个判决案哦，做一寡这个平反，这个判决甲撤销，也是讲吼，这个有监考的人吼记录拢甲伊恢复掉。另外咧，无够的所在，就是讲吼，有当上啦、中正路啦、中正纪念堂啊，即个维权的这个向顶，促转会目前也未找到这个适合的这个处理方式。加害者，佮有参与政府监视人民，即这个真有路的这个物件吼，相关的这个情报档案这拢也未来公开啦吼。咱嘛继续来请教咱的这个俊清啦吼，就是讲咱真有意思，要伫这个校园来去做一寡这个转型正义，但是看到讲亲像这个促转会这款的这个体制真正可能伊有做较够的这个所在，伊无做较够的所在啦吼。但是自恁学生囡仔，若是讲过去。这个伫咧学校里面推测到这个转型正义，这个小组也好，因有遐多学习的所在，因甲欠点的所在，你有一寡建议可以无？其实，代过去面对足侪政治案件，因的态度拢是讲这就是个案 ，OK， 这就是一项一项的代志，所以因的非常爱用一寡处理方式，就是讲好，安尼就有一个调查报告，就针对。比如讲，过去代有做过铁盒黑事件的调查报告，调查了就创一个补偿，去互当事人会当转来驾册，还是互伊一寡赔偿。是。因想讲是补偿，毋是赔偿。过来，因就认为讲安尼就处理了，就是讲因当看到几个个案，这拢是个案，这毋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但是阮想要来去讲的代志是讲。这其实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过去这个中国体制伫校园内面，包括学生会互党部来吸收，叫做全民学会，还是讲老师嘛有老师的组织，义先学会，校园内面嘛有知青党部，这寡其实对这个校园内面的民主甲自由，甲一寡包括言论自由。甲集会结社自由，其实拢有足大影响。伫1980年代的校园内面的民主运动，就会当看到，其实足侪学生拢伫即个监视监控的体制下面受到足大的迫害。但是代过去的其实是非常难来面对，因为其实足侪过去伫即个体制内面的受益者，就是摕到好处的人，其实即马因的成长的过程中，即马因差不多的壮年，还是讲差不多坐到即个真大位啦，是较就是讲上济决策的即个位置内面，所以对因来讲，这是因伫学校的过程内面，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代志。对因来讲，这就是因生活、甲因学术、甲因研究的一部分，这就是因人生的一部分。对伊来讲，去挑战这个价值观，对伊来讲是真大的冲击啦，冲击。所以对因来讲，因需要去抵抗，甲去反制这款的转型正义的煽动。对因来讲，其实嘛是因过去所做的代志，袂使来互大家曝光。OK。因心内嘛无认为讲过去因这款代志是毋对的。对因来讲。今仔日，阮想要去看好清楚历史上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对因来讲这是毋对的，因为对因来讲，这就是政治斗争。因过去这个写报告啊、翕相啊、啥，拢毋是，拢是为国家好。所以对因来讲，其实因心内嘛无认同转型正义。但是对因来讲，因爱用过去这个戒严体制教互因的这个语言的艺术。语言的方法，甲伊转换讲，这是一个阮的讲纯的学术就好，阮的
这个校园内面，莫讲伤侪政治啥。但这其实是咧想讲，因过去伫校园内面，其实做上侪做政治化的、做无纯学术的代志。OK， 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转型正义真正若要做，其实会影响到真济。这个已经受到这个利益人吼，即阵拢坐大位吼，决策能力啦吼。啊，其实咱嘛看到转型正义促转会咧做，共款嘛拄到这个问题。但是国外有啥物款的这个案例会使提供互咱这个台湾无？其实咱讲吼，德国嘛是真袂歹这个例啦吼。咱讲吼德国的历史吼，其实德国有2段转型正义。第一段是迄个纳粹，从45年开始吼；第二段是迄个东德迄个时阵，从大概1990年开始，2段的转型正义吼。啊，即摆我讲的重点就是吼，到今仔日为止吼，因这2段搁伫做。OK。吼，啊，一直做是安怎？都过遐久啊，是安怎一直做呢？啊，阮大概2-3当前吼，我去德国一转，啊，基本上我有甲德国人伫讲说是安怎啦？我用一个外国人咧问阮外国人的立场来说，是安怎一直做？你知影即马足侪德国人吼，其实毋是血统的德国人，伊是可能是东欧过来迄个移民的德国人，有些甚至土耳其裔啊。啊，这寡人就说，4-5年之前屠杀犹太人啊，跟我有啥物关系？迄寡人其实质疑，但是我安尼去问迄个德国人吼，德国足简单的，伊讲2个英文单词叫做 never again。Never again。嘿 ，never again 什么意思？卖过一遍啊！所以今仔日呢，我教你即寡过去的代志吼，毋是讲说咱呢爱多喜欢算旧账，而是说这个代志吼以后卖过来发生。所以说 never again。到今嘛为止吼，唔管是咱讲监控好啊吼，咱讲东德的监控是最厉害，吼，有史塔西啥嘿。然后呢，啊，有迄个咱讲大屠杀的纳粹迄部分就侪嘛，吼，啊，这2段的话呢，同时到今仔日去德国去柏林，你阁看得到说各种不同大量的纪念馆吼，拢伫讲这个故事。啊，其实德国人嘛就有价值，是安怎？你看，其实伊伫甲伊的后代子孙讲，你看你的阿公阿嬷做是啥物无好的代志，我甲你讲。连姓名拢有哦，没有什么隐名化，拢姓名都有。你阿公阿妈你做这个代志，所以我即马教你以后咱莫甲伊共款，咱来做好人，袂使安尼去，咱来尊重生命。德国伊讲人性尊严上重要嘛，吼。其实咱看了德国以后，咱再来看台湾吼。其实台湾它拄下一个问题是说，到底促转会这2档吼，要安怎拍分数吼？满分是100分的话吼，我拍750分。好，是安怎吼？我说内底做一个朋友的啦，会使做的伊拢做啊。但是吼，即马社会有一个误解，敢若咱成立这个委员会了，所有转型正义的工作都可以做的话，大家拢无关系啊。还你是毋对的哦。你想看嘛？伊一个核实机关，伊敢若2档加1档加1档尔，德国已经做偌久啊。所以说，基本上伊敢若是促进啦，啦。伊的重点毋是转型正义哦，伊毋是转型正义委员会，伊是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促进什么意思？叫每一个机关，吼，从中央到地方，你每一个机关拢爱做才对啊。咱讲规个吼，就是说对于威权体制形成就有关联的机关，教育部、国防部，吼，这规个单位也加咱讲迄个。内政部可能嘛有啦，吼，这内政部的下靠警察吧，吼，你以前你到底做偌济代志，你家己上清楚嘛。咱头仔就讲说，到今仔日为止吼，咱讲一个物件就好，即马台湾的学校内底有军人 ，OK， 你去看倒一个民主国家内底有即个代志，啊，迄个军人呢，搁伫教，吼，嘛是伫教册，啊，伊的你看迄个军人的徽章吼，如果说电视机的朋友，你去 Google 一下，迄个徽章足趣味的哦。哦，你去看，你去关键字打军训徽章，军训徽章你找出来了后呢，中央的迄个正中心的物件，居然是一个救国团的团徽，怪怪吧？过来呢，救国团的团徽内底迄粒是啥的吼？当然，今仔日的救国团组，迄是国徽，毋是党徽。但是呢，如果各位观众朋友，你有法度去查迄个。旧报纸，你去找到迄个救国团成立的迄天，就是老蒋的生日迄天，你去找，迄天的报纸中央日报顶管头写说，这个徽是中国国民党党徽。你去看迄天的报纸，看了说，你讲到今仔日为止，教育部你创啥？啊，当然咱知说教育部讲说，2023年咱教官全面退出校园啦。但是呢，咱看一个报纸，我嘛整个回去说，伊毋是退出校园了，而是说呢，因都换一个身份继续教。
我说安尼敢对？是。嘿，那军人都是在军队内底，伊才有伊的尊严嘛。所以那怎么如果在这边抓飙车啦、抓库管、抓抽烟，迄不是军人在做的代志啊？啊，但是今仔日为止的话呢，咱莫讲啦，今仔日到了2000，咱已经讲21世纪啊，已经到今仔日啦，咱民进党的规划果是安尼，其实也是足人失望的啦。有影吼，咱讲这个转型正义咧做吼，其实吼，这个促转会也有一个报告吼，是针对着咱的这个国赔啦吼，就是新台票。咱讲啊，这个可能是严格啊，是讲这个50块啊吼，这个部分，还是讲有牵涉到这个蒋介石的这个部分吼，拢来去做一寡处理，但是毋免啊，亲像咱这个教官这个部分，这个徽章哦还未处理的，这先去处理嘛，这就是转型正义。第一步也免牵涉着讲，咱讲吼，这个国赔这个处理，就是讲转型正义，唔能干那是促转会啦吼，伊功能是促进，但是实体也自这个总统甲这个地方政府，对中央甲地方到底有要去做伙什么，嘛是一大问题啦吼。对，我即摆想要讲，主要开始的时阵，讲咱戒严时间，有1061个人去互枪杀，是，对。啊，拄啊，迄个教授嘛讲着讲。加害者的这个部分，即拄啊，这1061个人去互枪杀人，这人毋是讲伊伫军法审判的时阵，一开始就去互判死刑啊。是，因一开始有可能有个人是判无罪，还是判10年的，判20年的。是，毋过这判决一路送去甲蒋介石的手上的时阵，伊就指定关写枪决可以。是，今日我直接。穿一领衫就是枪决可以，这就是蒋介石伊亲笔写的，而且加较长伊的印啊。是，嘿啊，所以咱伫促转会这几年做的代志来看，伊真拍拼对这款物件，互大家看。啊，毋过这物件、这文件出来了后，咱毋是讲干那放伫遐，而是讲哦已经公布啊，爱对这真相、对这代志。吼，就是让更较侪人，杀互大家人知影，吼，大家知影讲，嘿，是安怎咱要去杀，吼，蒋介石袂使搁囥在咱的钱顶悬，因为伊就是害遮侪人，遮侪人命就是因为独裁者啦，吼，遮侪人命拢是安尼啦。其实咱嘛看着讲吼，这个真正这个促转会伊的功能吼，毋干那安尼做尔吼，其实爱互足侪人来去知影，所以。比如讲，咱等下嘛要讲到这个陈文成事件吼，遮嘛有做到这个促转会，伊做一张图表，就是讲吼电子书啦吼，就随去传去伫网络顶啦吼，啊各级的这个学校嘛爱落去吼，这个图书馆拢爱去收藏啦吼，这嘛是咱头拄讲的，这个促转会有咧做的，就是落实到这个教育这个转型正义这个部分吼。不过咱嘛讲到吼，啊这个警总吼真正涉嫌真大啦吼，啊其实促转会这个报告嘛讲吼，真有这个他杀的这个嫌疑，但是伊讲吼这个。伊嘛爱承认，促转会嘛爱承认，到单也无法度明白指出陈文成是安怎死的，到这个凶手到底是啥啦吼，所以伊甲遮这个家属哦回息的，咱嘛先做来看这个影片，做来看。鲁比的学者陈文成，民国70年7月初3，被发现沉尸伫台大校园，命案到单得要40年，中途经过7遍的调查，拢无法度厘清事实的真相。促转会经过近2年解密档案，甲访谈的结果。公布调查报告，提出4点发现：头先是陈文成甲亲友伫案发的前后，拢互侦治机关严密监控，嘛无法度证明陈文成互警总带走了后，有脱离警总的实质支配。我们发现这个录音的译文的内容看起来是不完整的，有许多的删节号，而且有许多的地方是前言不对后语的，所以光从录音译文没办法确保陈文成在警总那边确实没有遭到任何的不正对待。促转会透过警总监听的采听资料，甲当年的目击证人，佮伊的朋友定位上讲述前后无合，无法度证明警总有甲陈文成平安送转去厝。另外，根据专业法院的判断，陈文成身躯顶的伤痕甲陈尸的第一现场状况无合，拢显示他杀的可能性比自杀佮有意外死亡更较悬。加上警总早改侦办，所以得到的结果是警总对陈文成的死亡有嫌疑，阻止陈家人对外发声。简而言之，就是任何跟这个自杀说相反的资讯都不能够在台湾社会流通。这种种掩盖真相的行为，其实更强化了警总涉案的嫌疑。这个过程也是揭示了台湾转型正义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径那。所以今天我们公布这个报告那它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促转会表示，陈文成案是亚开违反统治侵害人权一步重要的结果，但是目前公布警总有嫌疑，无直接的证据证明，所以来透过清查其他资料，继续拍拼追踪事实的真相。记者综合报道。其实有的这个少年朋友可能较毋捌这个事件吼，但是咱即阵吼，就透过这个节目，好好过来了解这个事件一下吼。咱嘛有做一张图表，要来带观众朋友做伙来了解一下吼。陈文成事件呢，就是1981年吼5月份时阵，咱看到迄当阵伊伫美国吼，甲这个数学啦吼，啊嘛规家伙啊拢转来到台湾吼，但是当阵就是去互这个警备总部人员来这个约谈啦吼。这个要求是这个什么？和这个警备总部甲伊抬死啦吼。啊，过当日就发现伊的这个尸体伫咧台大研究生的这图书馆边啊，啊，到呾真相也未明朗化啦吼。咱么看到讲事件争议什么？国民党政府哦，讲伊吼是这个惊担罪来自杀啦吼。咱讲就讲这个陈文成的这个亲友。指控是受到政府的这个抹杀啦吼。其实咱看到讲，甲台湾参与着验尸这个美国法医啦吼，心理学家甲伊的大学教授啦吼，根据着伊的这个伤痕啦吼，甲姿势，咱讲吼，佮有死前伊心脏血管拢也咧运作，这个证据吼，拢认为是一战吼，这个他杀的这个案件，影响性是啥物咧？影响性就讲，迄当阵当地是这个白色恐怖这个时期啦吼，陈文成这个命案造成国际社会要求中华民国实施民主化吼，这个压力甲关注啦吼。嘛，互这个国民党政府咧同意，互部分的这个海外异议人士哦，转来到台湾，对台湾的民主化有重要的意义啦吼。其实咱看到讲啊，这甲过去伊不断伫海外捐钱，可能迄当阵就互这个警备总部来去受到一个监控，无像讲甲转来台湾的时阵，警备总部就开始出手。对，就是咱知影讲，伊伫美国，咱对后来的资料看到讲，伊伫美国就叫国民党的政府监视啊，是，那一直到转来台湾了，而且伊伫台湾这段时间发生过几啊件，就是较离奇的代志，就是伊有几啊届，就险啊失去性命。啊，毋过这个代志对伫迄个时阵可能甲无啥物感觉，啊，毋过伊事件发生了，大家较对这个物件甲推想起来，讲哦，原来这是一个，就是一连续事件，这已经按算好势啊，警备总部已经按算好势，要互陈文成安怎吼。其实离奇的这个事件真济啦吼。其实咱嘛搁请教这个俊清啦吼。其实咱看到台大学生对陈文成教授真正有真济感情伫咧吼。咱嘛看到讲伫咧2007年，咱嘛看到学生会都有一个座谈吼，迄当阵是台大杀人事件破啦吼，迄当阵就是讲到陈文成朴树这个命案吼，嘛带领这个同学亲身来爬这个道珠溪这个楼梯，嘛办着这个纪念的这个案会。其实2007年到即阵，马仔咱讲要成立这个咱陈文成这个朴树的这个纪念广场啦吼，其实嘛做真久啊。咱自这个2007年开始讲。啥了？这个学生囡仔要用安尼这个部分来去纪念咱陈文成朴树。其实，陈文成朴树、陈文成事件对事件发生了后，就开始伫美国、伫台湾，包括的家属甲关心的人士，就想要成立陈文成朴树纪念基金会。是。啊，迄个时阵还未改严，甲还未政党轮替以前，伫台湾即个陈文成朴树、陈文成案即个名是袂当做基金会的名的。OK。因为迄个时阵政府就讲还未破案，还未这真相搁还不明。所以袂当用即个名来做纪念，所以迄是会当叫做台美文化交流基金会。啊，搁来到即个2000年以后，才有机会陈文成朴树的名成为基金会的名，啊嘛基金会嘛长期咧来发动。即个台大会当内面有一个纪念陈文成朴树的空间。是。因为陈文成朴树是台大的校友，啊嘛是伫台大拄到即款的代志，所以其实台大学生甲台大校方其实拢有责任来看到来记即款代志。所以伫后来包括2007年台大学生会办即个座谈，甲办即个活动。到2010年，即个台大嘛有学生继续伫遐办活动。到2012年，
网络有发起即个联署的活动，有几千人来参与联署，讲要来叫台台来成立陈文成事件纪念碑。是。后来一开始2012年，台大学生伫校务会议内面提案，但是迄届呢，校长无想要好好来处理，所以就甲案子交互校史馆研究，叫校史馆来看要安怎处理安尼。搁到2013年，即个台大甲含基金会来讨论，来成立陈文强事件纪念碑。毋过后来嘛是搁无做顺利，所以到2014年甲2015年，最后才成功伫台大的校务会议内面通过来成立陈文强朴树纪念基金会。即个过程其实嘛有足侪奇奇怪怪的发言伫校务会议当看到，亲像有一个图书系的老师，伊就伫遐讲啊，这卖囥伫遮啦，阮图书系做侪查某的，大家看会惊鬼啦吼。所以即个有一寡争议的代志，卖伫遐做。到2016年，即个陈文强事件纪念广场的命名，才完成行政的流程的过程。到后来，即个就开始包括设计啦，包括来将大家有啥物意见，还是图，还是公听会即款活动。过来，即个到2018年时阵，拄到一寡困难吼，包括校长的提案讲，即个到校务会讲叫陈文强广场来另外组一个小组，看要安怎来演绎来研究。所以迄个时阵，阮就非常担心，讲校是毋是想要甲人踢掉了想要来一个讲无要承认啊。所以迄届阮就开始搁来争取，后来即个校长才无继续提即个案。毋过搁来即个伫前一任的校长的杨盼慈校长的进来，伊就承诺讲，台大要来出即个广场建设需要的经费的一半。OK。到即马即个管中闵校长吼，伊就讲即个广场是一个 political sensitive 的代志啦，政治真敏感的这个代志伊就讲这真政治真敏感，所以呢，惊讲吼，校若出钱还是啥吼，会有互人批评啦。伊若安尼讲话，可能嘛是真正政治真敏感的代志。伊就讲即个惊有相关的争议啦。是。所以就是讲，对因来讲，因就是念校务会议已经通过的即个爱设一个广场，因拢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敏感的代志。其实，咱台大这几年来的即个领导改战，对于转型正义甲对台湾历史是无认捌，嘛无想要好好面对。是。伊嘛无想要承担任何的责任。所有代志拢撒到校务会议。是。其实做个代志是校长会当决定一个方向，甲安怎执行，但是所有的代志拢撒落去，讲好，恁就去提吼，校务会议若通过，咱一定会执行。所以用这款的方式来即个面对所有转型正义的问题。所以到2018年，这个时阵包括经费，包括一寡的行政流程，其实拢阁有足大的问题。到2019年，咱民间团体，包括基金会，包括台大数学系，包括台大学生会、研究生学会，甲足侪个学生团体来做伙来募款，最后伫去年年底才募到有够的经费，到伫今年的年初，含校来签约来完成这个捐赠。完成这个捐钱的动作了后，台大才开始来招标。是。但是伊当初嘛拄到这个5月时阵招标，伊个流标啦吼。对，第一摆个流标。甲明仔才要正式来动工吼，其实延签真久吼。咱嘛有看到讲侪任的这个校长拢有伊这个决策上的这个考量啦吼。咱嘛看到讲即阵的这个校长管中闵吼，伊是讲啥political sensitive 的这个代志啦吼，就是政治敏感。但是伊讲安尼话吼，嘛是有这个政治敏感的这个意思伫咧内底啦吼。是因为过去开始办陈文强事件纪念晚会这9年10年之间啊吼，其实应该是每一档
伫前几年校园拢有校长还是讲副校长来参加。OK。啊，毋过管校长来上任，即两天连续2天，无校长也无副校长，也无一级的主管。OK。拢派着副校长，即个参处的尔啦吼。来参加，其实嘛是。伊个人嘛是非常无愿意来参加转型正义相关的纪念活动。咱学生会含伊讨论一寡校园规划的代志。咱也摕到吼转型正义这事，伊拢用白字用像有的代志啊，即个无共的面相啊，来闪过即个转型正义。转型正义变成真枯燥啊，然后然后甲伊枯掉啊，然后真正就是唔敢参加，还是就是我真正就歪去我的态度就是。这4字其实伊就无法度讲出来。无法度讲出来吼，即个袂使讲的即个4字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啊，头拄啊即个尊称讲到遮济啦吼，其实咱即个过去。做还未破案进程，或者台美文化交流基金会啦吼，争取到即阵已经39档。其实今年因为受到即个疫情的影响吼，7月即个初的时阵无法度真好的即个办一个大型的即个活动也好，但是咱讲7月16号，以及明仔已经嘛看到讲即个真正即个工厂要开始正式来动土啊，嘛是一个时代即个意义啦吼。尤其明年嘛是40周年啊吼，即对40周年来讲现主时咱嘛看到讲即个陈文成案的即个调查吼，虽然是讲促转会会死咧，但是真相也未明，但是促转会咧做，咱嘛讲已经40档啊，嘛看到讲这时代其实也有进步的意义伫。是啊，就是其实讲到这项代志，我是定定拢会真伤心安尼啦，就是讲想要咱咧做这个转型正义代志，明明是对的代志，明明政府嘛有成立促转会来处理，啊，不过想怎处理起来遮困难，而且咱的政府干那伫成立促转会了，干那促转会咧叮当，其实应该是规个所有的部门拢爱配合促转会来处理，包括讲促转会希望讲咱的钱会使换，咱会使换，啊，不过。迄个这实际要动起来吼，中央银行，咱嘛看伊这个公文已经送去这个中央银行，对，伊要做一个改步，吼，这就是讲其他部门吼，部会爱去做一步来处理的啦吼。对，而且应该来倒宣传这个代志，包括讲教育部啊、文化部啊，还是讲拄啊讲国防部，这个代志，拢应该是做伙动起来。而且包括讲执政党的立法委员，是，拢爱去了解，去倒推塞安尼。不过咱伫2018的这个选举，就看到讲，其实干那促转会这个部门咧叮当，可能较包括讲国家人权馆咧叮当，其他的部门可能莫讲无配合啊，有诶颠倒讲咧反抗，来反抗讲这个代志是不公不义的代志，还是讲这是一个政治斗争，还是讲是咧踢破过去咱的族群分裂族群，用这款的讲法来讲，所以咱认为讲执政党还是政府应该爱对这个物件爱尽量加杀出，袂使干那放互促转会家己一个部门去迄个单打独斗，还是讲孤军奋战啊？是有影啦吼，所以真正亲像教授讲的，这个德国这个案例就是 never again。莫阁发生吼，过去这个事件吼，转型正义上大的目的就是安尼啦吼。咱先阁带大家来看讲这个调查报告的这个重点吼。头拄咱已经讲过啊吼，就是调查吼，差不多嘛有4项吼，这个发现啦吼。其实咱有整理到3项，就是讲调查第一啦吼，就是讲陈文成伫甲这个伊的亲朋好友啦吼，伫咧案发进程吼，也是讲伫后壁拢受到真严格的这个监控啦吼。咱嘛看到讲，其实调查发现第二就是讲，警总这录音档吼无解头完整啦吼，我就认定讲，这个陈文成伫咧警总这个人身安全拢无问题啦吼，嘛无法度判断讲，迄当时啦吼，迄当暗，这个陈文成是毋是离开警总？而且呢，无受到监控。另外，这个调查发现第3啦，就是讲陈文成伊尸体发现的这个所在吼，毋是第一现场，这个可能是他杀的这个可能性真悬，毋是这个轻生，也是意外死亡啦吼。其实咱讲这个头拄一直讲到这个加害者去讨论。自这陈文成这个事件，咱安怎去看这个加害者？敢讲是敢若这个威权政府尔，还是讲其实有执行这个人，拢嘛是加害者，拢爱去一个一个揪出来。
其实拢是吼，阮过来整理一下吼。其实头拄仔听会长伫讲这，其实有点嘛是感觉唔知要安怎讲才好吼。其实咱要求就卑微，安怎讲？我只是伫学校内底为一块所在叫做陈文成广场尔。我即马阁是被害者，阁是上个世纪的水准呢。我即马唔是讲你找说，吼谁下令的？几个人来抬？吼即马人即马我头拄算一个吼，这件代志如果当初有参与这个计划的人吼，即马差不多70岁到90岁，袂往生的话啦，70岁到90岁，无一定搁伫咧哦。已经是一挂人嘛，这挂人即马伫倒位？然后向下令的一定有资料啦，只不过这资料呢，到即马为止你摕无资料。我讲一个故事吼，这可能无人知吼。我伫东山会两党的时阵吼，有一届吼，我带我的同事，我去国防部内底，直接甲入去讲，我要找资料。国防部安怎讲咧？国防部讲，歹势，阮最近伫搬厝。因为迄个博爱特区搬到遮来嘛，所以说呢，阮的资料还在装箱，未上架，所以袂使互你看。我就讲说，无要紧啦，无我家己入去看看好无？所以呢，后来呢，阮真正就空手而回。其实我要去找什么资料？我要去找迄个陆军官的资料啦，因为迄时阵伊有参与嘛。后来呢，阮伫倒位找着呢？阮伫妇联会内底找着。找着一个会议记录。才发现什么代志？你每一个人甲我骗，明明你国防部有来开会，你警总有来开会，佮每届拢来开74届，你讲你无来，你讲你无资料，当然吼，是安怎伊唔敢互你看，就简单的吼，因为迄个资料是安怎，你想看卖哦，国防部的人甲国民党的人，因做伙甲咱抑个军人之友是抑个妇联会嘛，因共同伫国民党内底开会，开会了后呢，迄会议记录呢？边仔个写党内文书不要对外流传，党内文书哦，国民党党内啦，对哦，所以说迄个时代内底吼，你莫讲什么党政，因拢一体，吼，在这个一体之下的话呢，迄个公文书无可能放在公文系统内底，互你看到，伊可能放在倒位咱唔知，但是伊无可能变成说。边有档案的讲互你看，无一定有啦。所以说，即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今仔日为止已经2022啊，即马为止规个体制搁伫反抗，搁伫抵抗，伊不爱互你看。即马要安怎？一个促转会虽然是行政院2级机关嘛，但是呢，比如说一个国防部好了，你要互我资料，你2档加1档，无要紧，我慢慢来找，我搁找2档你都无伊啊。我想要插你。系啊。我无可能拒绝你，但是说我慢慢来找到呢，找到你这个促转会，怎这个时间到？咱讲4个日，你指日可待嘛。这个唔是长线的工作，大家拢炒短线嘛。其实这个工作唔该是促转会来做，是你国防部家己来做。对啊，资料拢你出头的啊。当然，警总虽然裁撤，但是警总的资料后来去遐嘛。人拢伫遐嘛。你找你的学长到底以前做过什么代志，你唔知吗？把学长交出来嘛，因无爱啊，即马都是安尼，所以说加害，咱讲加害人追究的这个转型正义的这部分吼，其实到即马为止，基本上根本没有跨出去啦。咱讲一个足卑微，嘛是讲0啦，0.5好啊啦，多一个0.5吼，咱讲东山。东山不是要讲掠去关，干那你以前的不当东山，你赶快你还给国家啦。东山会拍拼了2、3，咱要4档啊吼，4档吼，咱有最大概700亿的迄个要追征啦。但是呢，即摆700亿上后到今仔日为止收1000多万吨啊，是安怎？欢迎。行政法律给你一直给他启动啊，讲这法律袂使，这法律侵害国民党的财产权。讲一届，国民党的财产权侵害国民党的财产权，即马是这么问题咧。所以说呢，转型正义是所有人的责任，包括法院。法院呢想看卖，法官以前什么安怎审裁？最近促转会冇做啊。伊看以前的法官是安怎去私训所内底，伊读的唔是什么法律的物件，是总裁读训的。系啊。以前我有一个，阮老师已经往生叫林山田老师，伊就讲说，司法官训练所只有教才你训练嘛，你袂使用训练这2个字嘛，你要用养成嘛。但是呢，有一个法官，伊叫叶赛英嘛，最有名吼。叶赛英法官就
一只我之前我伫外口讲转型正义时阵，也我就感觉伊是老法官，吼，以前就讲说，其实因真正法官内底，伊教的毋是正经是公平正义哦，伊讲的是说我慢慢服从。OK， 系啊，所以即挂的法官到今仔日为止，拢伫体系内底，所以最近作专会伫台大咧跟迄个副主委咧讲的迄个人事除垢迄件代志嘛，到今仔日为止，咱阁无。嗰啲还在演你哦，德国已经做要半世纪啊，咱讲在演你啊，系啊，啊，甲演你到后来，说不定人拢往先去啊，你嘛免除垢啊，系啊，其实足侪代志吼，咱落后德国落后几十档啊。有影啦吼，所以这个骹步吼，毋通敢是这个促转会咧做呢吼，其实这个各个部会拢爱去进行啦吼。真正咱头拄这个对话内底吼，亲像国防部在这个档案吼啊，这个拢甲压出来啊，其实就是转型正义的这个第一步吼。啊，其实咱嘛看到讲啊，校园内底这个转型正义，头拄咱嘛看到这个俊清的这个案例吼，啊，传领讲代吼，真正有要去做推测，但是学校遮是安怎？学校遮就规个甲你表决。就是甲你付掉，这个票数我就是互你增加的同意数啦吼，啊真济，咱讲吼109票吼无要赞成啦吼，但是讲这个校园转型正义小组都伫倒位咧，大家先去封杀起来，咱先做来看。台大学生代表向学校提案建议成立校园转型正义小组，和台大校友批评目的是为免拆除。台大知名地检部长甲文远跟校部会议，最后以24票赞成109票无赞成后冠学生会提案。就是认为这个成立这个小组就是一个斗争，然后就是一个制造纷扰跟混乱。这样的问题其实累积至今，更造成了台大内部长期的许多对立。学生会点名未少教师对转型正义欠认识，前回会议中有教师用裁撤政治斗争的想象来看待议案，也有教师在讨论阶段就要求直接表决，认为这显出台大师生欠公共讨论的能力。提出这个停止讨论动议的老师，他最主要的论点是说，这个转型正义都已经是有法律规范，换言之，他认为说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在学校里面成立一个这样子的组织单位，做这样子的调查或认定。台大校长管中闵表示，提案虽然无通过，也毋过学校有愿鼓励师生进行学术研究，让校史更加清楚的呈现作为未来编写校史的重要依据。记者综合报道。所以这个转型正义小组吼，伫咧台去封杀起来啦吼。啊，你讲这校长讲啥？伊讲吼，伫咧校史的这个阶段删除安尼就好啦吼。啊，佮有这个法律规范吼，所以学校唔免做。这个俊清同意吗？其实校方用这个态度，就是讲首先面对足侪个谣言，是拢完全无要来澄清、甲来处理的意思。过去其实像讲咱看到伫校长遴选的台大校长遴选的过程中，即个遴选委员会的即个发言人吼，伊就一直出来。其实无经过任何其他的委员的同意，但是一直出来发言，来捍卫台大遴选的合法性。啊，这个人即马做台大的国际长，大家拢有一个位安尼。是啊，但是台大面对这个合意的，就是讲这款有一寡对台大学生会所提的这个转型正义小组的提案的攻击，合意的因就完全咧放任。看因要安怎来扭曲，的苏在因讲，啊，因就出来讲哦，这是争议足大的，咱搁来好好讨论好啊。啊，这个过程中，包括这个有告诉讲，第一个讲，这交互专家就好啊，咱莫来做。这其实是非常无健康的心态啦，就是感觉这是一撮人的代志，啊，和大家无关系，所以咱去做，吼，这其实嘛是。过去威权时代留落来的心性啊，就是因对公共事务无想要关心，嘛无想要讨论，有人甲阮替阮做好决定，安尼就好，阮就来继续做。所以这嘛是即个戒严甲威权体制留互足侪的即个教育人士的遗产吼。因面对公共事务，面对社会的代志，是即款态度。过来就是讲。嘛是有老师讲，即个会造成校园的困扰，大家冤家也是啥。但是这其实嘛讲到，转型正义，
一直来就是要处理过去的问题，所以阮若处理好过去的问题，阮才有法度好好面对未来。阮嘛伫提案的过程中说明，即个像讲若讲美国啊，还是澳洲，无共的大学，其实因嘛即几年嘛好好咧面对即个校园甲校园内面的校史，甲譬如讲美国可能有一寡是校园的创立者。伊过去的历史，亲像美国可能有一寡校园的头家，和即个早期的奴隶买卖有关，有关系还是啥？其实校的过去是需要好好来面对、甲反省、甲来去写、来去记录、来去讨论。安尼才会较一步吼，去认捌着家己即个校园吼。其实我要问讲，头拄咱问听讲关校长讲吼，即个转型正义已经有即个法律上的即个规范啊，敢真正有咧？其实咱头拄啊登记吼，转型正义促进尔。其实咱教育委员去跟他一个促进转型委员会啦。如果说你家己要做，我当然就欢迎的。就是你要做，我爱做尔嘛。你其实头拄啊迄段就是借口嘛。OK， 有影啦。嘿啊，其实。代有足侪故事的，足侪故事的话，你真正要去学吼，其实就有足侪趣味的物件伫内底。好我头头伊讲一段讲啊就好的，说鼓励大家研究校史。好啊，大家来研究啊，档案先提出来啊。包括说呢，咱知吼，以前其实学校有2套公文，一套是公务人员的公文，一套是党的公文。包括执行党部以下各小组的公文，拢甲我提出来看嘛。你藏在单位提出来看卖？你唔是叫我研究校史，我来研究执行党部，你头拄啊咱会长讲的学会啊，老师的迄大部分啊，至少在1990年之前，你是安怎伫活动的嘛？大家来研究啊。是啦吼，所以咱透过今日节目，咱嘛搁宣传一遍，明仔7月16号，就是咱讲陈文成伫文化广场吼，伫咧台台即个党土的这一天吼，明仔嘛有即个规个活动吼，明年就是40周年啦吼，嘛共同来纪念吼。今日非常感谢3立斌，多谢，感谢。